你以為自己每日嘅選擇係自由嘅咩？喺巴林，每個動作、每件衫、每個念頭，女性都可能俾人審視。返學、出街、踏入辦公室，你以為係自己做決定，其實已經俾無形嘅規則框住。巴林由小學到中學，伊斯蘭課程都係必修，冇得例外。成績再好，才華再突出，女學生仍要喺宗教課同家庭期望之間，俾提醒咩科目、咩職業適合你。教育開咗門，但自由唔喺入面。喺公共場合、傳統市場、清真寺，女性着衫每個細節都俾人睇住，無袖、膝上裙同男性互動，夜晚出街，每個細節都受社會同宗教制度規範，選擇從來唔完全屬於你。呢啲規範唔係文化嗰啲柔性提醒，而係制度化嘅框架，令你嘅生活每一刻都受界限。女仔可以讀大學攞到文憑，但入職場時仍然面對人工差距同升職限制。社會同屋企對佢哋嘅將來設咗無形框架，學咩科目、揀咩工作、做咩行為先係適合女性。喺宗教自覺下，法律、教育、文化交織，女性自由唔係淨係選擇，而係生活每一刻都被規範。巴林女性每日十分小心，努力守住自己嘅空間，每一個微小行動，每一次嘅堅持，都係佢哋對制度嘅無聲抗爭。睇見佢哋，感受佢哋，就算改變唔容易，我哋都唔可以無視佢哋嘅努力。